愛情就係喺對方面前可以返璞歸真，做返個細路仔。喺謝霆鋒同王菲之間，好似完美咁詮釋咗呢句話。謝霆鋒曾公開話，王菲係世界上最單純嘅人，而有趣嘅係，謝霆鋒自己又何嘗唔係個內心純粹嘅人呢？時間就好似一位公正嘅見證者，默默咁驗證住所有嘢，亦都證明咗謝霆鋒同王菲就係靈魂伴侶。喺佢哋分開嗰10年時間入面，謝霆鋒嘅音樂好似都陷入咗一種沉默。以前嗰首《玉蝴蝶》就好似被塵封喺記憶嘅角落度，佢再都冇唱過。直到同王菲復合嗰陣，熟悉嘅旋律先再鬆佢個口入面流出嚟，好似就係對王菲最深情嘅表白咁。嗰一刻，佢哋嘅甜蜜就好似春日裏面綻放嘅花朵，肆意咁散發住芬芳，令到無數人都為之動容。王菲呢位歌壇天后有種超脫世俗嘅氣質，佢經歷過2次分辨，但依然可以喺失去之中醒悟，明白人生活着就係一種體驗，何必糾結得失，活在當下就得啦。而謝霆鋒一向都知道自己要嘅係咩，佢從細個就將王菲視為偶像，情竇初開嗰陣就買咗王菲演唱會嘅門票，第一次愛嘅人就係佢。呢份愛冇權衡利弊，純粹得就好似山間嘅清泉咁。然而就喺王菲同謝霆鋒嘅甜蜜成為熱搜話題嗰陣，張柏芝竟然帶住一組有7隻蝴蝶嘅相上咗熱搜。呢個看似唔經意嘅舉動，實質上充滿咗濃濃嘅火藥味。喺張柏芝心入面，佢覺得自己先至係嗰個同謝霆鋒有過婚姻，又為佢生咗2個仔嘅女人，而王菲只不過係謝霆鋒嘅女朋友，又冇領證。所以佢想用呢種方式宣示主權，覺得自己先至係玉蝴蝶嘅女主角。張柏芝以前好愛謝霆鋒，離婚都係謝霆鋒提出嚟嘅，原因就係三觀唔合，好難將就。但就算離婚快10年啦，張柏芝又同其他人生咗第3胎，但佢對謝霆鋒好似依然心有不甘。呢種不甘就好似一顆隱藏喺心底嘅種子，一旦遇到合適嘅土壤，就會瘋狂咁生長。佢亂入王菲同謝霆鋒嘅甜蜜，用一種隔空嘅方式宣示主權，呢種行為引發咗外界好多爭議。有人話佢太執着，有人話佢係自討沒趣，但唔可以否認嘅係，佢嘅呢個行為令到原本平靜嘅情感湖面泛起咗層層漣漪，亦都令到3個人之間嘅衝突更加白熱化。謝霆鋒同張柏芝雖然離婚啦，但佢冇忘記自己作為父親嘅責任。每個月佢都會準時俾仔仔贍養費，又早早立咗遺囑，所有財產都留俾2個仔仔。王菲對呢件事都冇咩意見，佢哋之間冇任何商業關聯，經濟各自獨立。王菲嘅財產都係留俾2個女。從呢一點睇，謝霆鋒係個有擔當嘅男人。佢喺情感上面選擇咗王菲，但喺責任上面又冇虧待自己個仔仔。然而張柏芝好似一直都好難釋懷，佢用戴住蝴蝶手勢嘅方式宣示主權，呢種行為唔單止冇得到外界認可，反而令到自己陷入咗更深嘅輿論漩渦。謝霆鋒唔單止喺情感上面備受關注，佢嘅音樂征程同樣充滿咗衝突同突破。從1997年首張粵語專輯《My Attitude》斬獲新人金獎，到2025年喺香港啟德體育園連開3場嘅萬人盛會，44歲嘅謝霆鋒正完成住從偶像到藝術家嘅蛻變。當首場演唱會門票開啟預售嗰陣，超過100萬人線上搶票嘅盛況重現咗千禧年初風行天下嘅狂熱。平台伺服器喺開票瞬間就崩潰，就連謝霆鋒媽媽狄波拉都致電英皇老闆楊受成求票都求唔到。呢種一票難求嘅場面喺實體唱片衰落嘅數碼音樂時代顯得尤為珍貴。不過佢嘅音樂之路並唔係一帆風順。喺籌備演唱會嘅過程之中，佢面臨住好多挑戰同衝突。例如喺歌詞選擇上面，
有人認為應該多唱啲當下流行嘅歌曲，去吸引更多嘅年輕觀眾。但謝霆鋒卻堅持全部演唱自己創作嘅粵語歌，佢覺得呢個係重建創作歌手話語權。呢種堅持令到佢同一些團隊成員產生咗分歧，但最終佢都憑住自己嘅信念，將呢場演唱會打造成咗一場音樂盛宴。喺演唱會嘅舞台設計上面，謝霆鋒都展現出咗佢獨特嘅創意同勇氣。佢特別設置嘅風味廚房互動環節，將謝霆鋒標誌性嘅美食 IP 融入舞台設計，呢種跨界創意打破咗傳統演唱會模式。但都有人質疑，呢種做法會唔會令到演唱會變得唔倫唔類，分散咗觀眾對音樂嘅注意力。面對呢啲質疑，謝霆鋒冇退縮，佢用實際行動證明咗自己嘅想法係可行嘅。謝霆鋒喺演唱會上面對經典歌曲嘅重編，更加引發咗一場音樂上面嘅衝突同討論。就拿《玉蝴蝶》嚟講，呢首歌嘅靈感嚟自20年前某個深夜嘅電話，雖然冇直言聲明，但樂迷都心照不宣。嗰個係佢同王菲世紀牽手之後創作嘅經典，曾經連續4星期霸佔全球華語排行榜冠軍。呢次重新編曲版本，特別加入空靈女聲和聲，被樂評人解讀為跨越時空嘅音樂對話。呢種藝術表達嘅升華，源自謝霆鋒多年嚟嘅沉澱。2014年佢組建風味實驗室嗰陣，就將音樂創作同美食研發並行，做菜同寫歌都需要打破常規，將好似衝突嘅元素融合出驚喜。呢種創作理念喺黃種人新編版入面展現得淋漓盡致，傳統民樂同電子搖滾嘅碰撞，既保留咗原曲嘅激昂熱血，又注入咗 Z 世代嘅潮流基因。但都有啲傳統樂迷認為，經典歌曲就應該保持原汁原味，唔應該隨意改動。佢哋覺得謝霆鋒嘅重編係對經典嘅褻瀆，破壞咗歌曲原有嘅韻味。而謝霆鋒就認為，音樂係不斷發展嘅，經典都需要與時俱進，只有咁樣先至可以令到更多人感受到音樂嘅魅力。謝霆鋒嘅商業版圖同樣同佢嘅藝術追求並行。2003年創立特效公司，2014年打造12道風味 IP，2022年同新華社合作推動國潮美食。佢每一次嘗試都充滿咗挑戰同衝突。喺打造12道風味 IP 嗰陣，佢面臨住嚟自傳統美食行業嘅質疑。有人認為佢一個歌手根本唔知美食，只不過係炒作。但謝霆鋒冇理會呢啲質疑。佢用自己嘅實際行動，將美食同音樂完美結合，創造出咗一個全新嘅品牌。呢次演唱會特別設置風味美食區，將香港車仔麵同分子料理結合，既係商業試水，亦都係文化輸出。但都有人認為呢種做法太過商業化，會令到演唱會失去原本嘅藝術氛圍。面對呢啲唔同嘅聲音，謝霆鋒始終堅持自己嘅想法，佢認為商業同文化可以相互促進，只有咁樣先至可以令到更多人了解同喜愛中國文化。喺流媒體統治嘅今日，謝霆鋒堅持做實體演唱會嘅選擇，頗有深意。據中國演出行業協會數據，2023年大型演唱會平均票價為860元，而謝霆鋒個進化演唱會最高票價定為1380港幣，但一瞬間就賣光，印證住情懷消費嘅溢價能力。但呢種情懷消費都引發咗一些爭議，有人認為謝霆鋒係利用粉絲嘅情懷嚟賺錢，係一種唔道德嘅行為。而謝霆鋒就認為佢係為粉絲提供一個回憶同感受經典嘅機會，而且佢喺演唱會上面都投入咗大量心血同精力，為粉絲帶嚟一場視聽盛宴。喺 B 站試出嚟嘅排練花絮入面，00後樂迷驚訝發現，原來因為愛，所以愛唔係網絡神曲，而係謝霆鋒22歲寫嘅歌。呢種代際認知錯位，恰好就係呢次演唱會試圖彌合嘅裂痕。謝霆鋒希望透過自己嘅音樂，
令到唔同年代嘅人都可以感受到音樂嘅魅力，都可以喺佢嘅音樂入面揾到共鳴。謝霆鋒、王菲同張柏芝之間嘅情感糾葛，就好似一部精彩嘅電視劇，充滿咗衝突同轉折。而謝霆鋒喺音樂徵情上面嘅突破同堅持，又好似一部勵志電影，令人為之動容。喺呢個充滿變化同挑戰嘅時代，謝霆鋒始終都打破外界定義，佢用自己嘅方式詮釋住愛、責任同藝術。或者，正如佢個演唱會主題咁，呢場係一場關於華語流行文化傳續嘅實驗，亦都係佢對自己人生嘅一次深刻探索。無論未來點樣，佢都會繼續喺情感嘅海洋同音樂嘅天空之中翱翔，書寫屬於自己嘅傳奇。嗰個係一個夜深人靜嘅時候，12歲嘅 Lucas 謝震軒個細細個嘅身影蜷縮喺房間嘅一個角落入面，手裏緊緊抱住謝霆鋒以前送俾佢嘅小熊公仔。房間入面個燈光昏昏暗暗，只有窗外面間中透嚟嘅微弱光線，影住佢將自戀但又滿布悲傷嘅面孔。佢雙眼紅腫得似熟透咗嘅桃，眼淚喺眼眶度打轉，聲線哽咽到幾乎講唔出嘢嚟。爸爸係咪唔要我哋啦？佢點解唔返嚟屋企啊？ Lucas 一嘢又一嘢咁問，聲線入面充滿咗恐懼同不安。佢手裏面嘅小熊公仔，以前係佢最心愛嘅寶貝，因為係爸爸送嘅，但而家爸爸就好似鬆佢生活入面消失咗咁。佢緊緊抱住小熊，好似咁樣就係佢同爸爸之間唯一嘅聯繫。而喺呢個時候，張柏芝仲喺廚房度煮緊泡麵，廚房入面飄滿咗泡麵嘅香味，但張柏芝個心完全唔喺度。佢個腦入面全部都係生活嘅瑣碎事同壓力，根本冇諗到個仔會喺房間入面偷偷錄低段片。突然一陣哭聲打破咗廚房嘅寧靜，張柏芝手裏面嘅筷子啪嗒一聲跌落咗喺地，個面色瞬間變得煞白。佢唔顧得關埋爐灶上面嘅火，就慌慌張張咁衝入咗房間。當佢睇到 Lucas 嗰副痛苦嘅樣子嗰陣，佢第一個反應唔係去安慰，反而狠狠咁將小熊公仔掟咗喺地。小熊喺空中劃過一道弧線，重重咁跌落喺地，發出一聲沉悶嘅響聲。唔好再問啦，佢冇屋企啦，爸爸唔返嚟你就喊啊！張柏芝失控咁大敲，聲音喺房間入面回蕩，好似要將成個房間都震碎咁。佢個眼神入面充滿咗憤怒同無奈，佢唔知點樣去面對個仔嘅問題，亦都唔知點樣去解決呢個破碎家庭所帶嚟嘅痛苦。Lucas 被媽媽嘅舉動嚇到呆咗，個眼淚唔停咁流落嚟，身體都唔停咁震。佢望住地下嘅小熊公仔，好似睇到咗自己破碎嘅夢想同希望。呢段片被知情人士爆出嚟之後，喺網絡上面迅速傳開，徹底擊碎咗所有圍觀者嘅心。大家先至發現，原來離婚之後嘅張柏芝同兩個仔之間嘅關係，早就比想象中更加複雜。喺學校入面 ，Lucas 嘅遭遇同樣令人心疼。據佢個小學同學爆料，有一次喺課堂上面，老師叫大家畫一張全家福。Lucas 認認真真咁攞起畫筆，開始喺紙上面勾勒出自己心入面個家。佢先畫咗媽媽張柏芝，又畫咗自己同細佬 Quintus， 但當畫到爸爸謝霆鋒個位置嗰陣，佢個手突然停咗落嚟。佢個眼神入面閃過一絲猶豫同痛苦，手裏面嘅畫筆喺紙上面唔停咁塗抹。謝霆鋒個位置被反反复复咁塗改，最後完全塗黑，好似佢要鬆自己生活入面徹底抹去呢個人存在咁。老師睇到之後，試圖去開導佢，但佢就低住個頭，聲線低沉咁話：爸爸話佢好忙，忙到冇時間返嚟睇我哋。而 Quintus 謝震南喺一次班級活動入面，被要求寫一封俾未來嘅信。佢坐喺個位度，咬住個筆頭，諗咗好耐，然後一撇一捺咁寫道：我希望爸爸可以好似以前咁，陪我去踢波，帶我去食雪糕。佢個字寫得歪歪扭扭，但就充滿咗對爸爸嘅渴望。當老師問佢點解唔當面同爸爸講嗰陣
Quintus 嘅回答令到所有人心碎。爸爸而家有其他人啦，佢唔鍾意我同哥哥啦。佢個眼神入面充滿咗失落同無奈，好似俾成個世界都拋棄咗咁。就喺啲細路仔承受住家庭破碎所帶嚟嘅痛苦嗰陣，謝霆鋒嗰邊都唔平靜。謝霆鋒酒後失控吐真言事件發酵之後，佢喺某個私人聚會入面被人拍到情緒崩潰。佢醉醺醺咁對住個友人怒吼：邊個至得我啊？我都想有自己嘅生活，難道我一世都要綁喺過去咩？佢個面滿布疲憊同無奈，眼神入面透露出嚟一種深深嘅掙扎。佢覺得自己喺呢段婚姻入面付出咗好多，而家就落得咁個下場。佢想擺脫過去嘅束縛，去追求自己嘅幸福。然而呢番言論唔單止冇獲得同情，反而俾網友嘲諷。網友們紛紛指責佢：既然當初選擇生小朋友，而家講呢啲只會顯得你更加自私。你只顧住自己感受，有冇諗過細路仔感受啊？輿論嘅壓力好似一座大山咁，壓得謝霆鋒喘唔過氣嚟。就喺呢場風波最激烈嗰陣，有狗仔隊拍到王菲個17歲女李嫣喺社交媒體上面讚咗一條網友評論：父母離婚最難過嘅永遠都係細路仔，大人就只顧住自己開心。呢個被外界解讀為對謝霆鋒嘅隱形諷刺，你欠個仔一個道歉。李嫣呢個舉動無疑就係喺謝霆鋒個傷口上面再撒咗一把鹽，令到呢場風波更加複雜。事情搞到咁一步，謝霆鋒個老豆謝賢終於坐唔住啦。85歲嘅謝賢喺娛樂圈入面打滾咗一世，見過無數大風大浪，但面對自己個仔嘅事，佢都顯得有啲無奈同痛心。最近喺一次採訪入面，佢罕有咁提及呢件事，直話直說：阿鋒呢次真係做錯咗，細路仔係無辜嘅，佢唔應該令到細路仔覺得自己俾人拋棄。佢個聲線雖然有啲蒼老，但就充滿咗堅定。甚至有知情人士透露，謝賢曾經私下對住謝霆鋒放狠話：你要同王菲一齊，我唔理，但你如果咁令到兩個細路仔心寒，以後就唔好叫我爸爸。謝賢呢番話，無疑就係喺俾謝霆鋒施加巨大壓力，令到佢唔得唔重新審視自己同細路仔之間嘅關係。事情發展到而家，張柏芝個社交賬號已經清空咗所有同謝霆鋒相關嘅內容。佢以前喺社交賬號上面分享過好多同謝霆鋒嘅甜蜜瞬間，啲相同文字記錄咗佢哋以前嘅幸福時光。但而家佢將呢啲全部刪得一乾二淨，甚至連過去嘅生日祝福都冇留低一啲痕跡。佢呢個舉動好似就係喺同過去徹底告別，又好似就係喺向謝霆鋒宣告，佢哋之間已經冇任何關係啦。而 Lucas 同 Quintus 最新嘅近照入面，兩個人手腕上面竟然戴住一條黑色手繩。呢條黑色手繩喺陽光下面顯得格外刺眼。有網友猜測，呢個可能係某種決裂儀式，象徵住佢哋選擇放下同爸爸之間嘅羈絆。細路仔用呢種方式表達住對爸爸嘅不滿同失望，又好似喺同全世界講，佢哋要開始新嘅生活，唔再依賴嗰個曾經俾佢哋帶嚟傷害嘅爸爸。最新後續顯示，謝霆鋒秘密聯絡個仔，但被 Lucas 直接拒絕。就喺昨日，有狗仔隊拍到謝霆鋒個私人助理多次撥打兩個仔嘅電話，助理企喺個角落度，神情緊張咁撥打住號碼，個眼緊緊盯住個手提電話屏幕，期待住可以聽到細路仔嘅聲線。但 Lucas 個手提電話一直顯示忙線，好似佢故意唔想聽爸爸個電話咁。而 Quintus 就直接關機，好似要將同爸爸一切聯繫都切斷咁。顯然呢次父子之間嘅矛盾已經唔單止係鬧氣，而係真真正正嘅心碎決裂。Lucas 同 Quintus 正處於青春期，呢個時期嘅細路仔內心敏感而脆弱。爸爸長期缺席所帶嚟嘅創傷，就好似一顆毒瘤喺佢哋心入面不停生長。佢哋可能會變得反叛、孤僻，甚至對未來失去信心。心理專家分析，
如果謝霆鋒再唔去挽回，以後父子關係可能再都唔可以修復。謝霆鋒企喺人生嘅十字路口，佢面對住一個艱難嘅抉擇，佢到底係應該繼續追求自己嘅幸福，定係應該承擔起做爸爸嘅責任，去修復同細路仔之間破碎嘅關係呢？呢場家庭悲劇就好似一場冇硝煙嘅戰爭，傷害住每一個家庭成員。細路仔喺痛苦入面掙扎，大人喺輿論壓力下面徘徊。希望喺未來嘅日子入面，謝霆鋒可以意識到自己嘅錯誤，放低過去嘅包袱，重新返到細路仔身邊，用愛去醫治佢哋心入面嘅傷痕，令到呢個破碎家庭重新揾返溫暖同幸福。畢竟細路仔係無辜嘅，佢哋唔應該為父母嘅錯誤買單，佢哋值得擁有一個完整嘅家同一份完整嘅父愛。有啲消息好似驚雷咁喺娛樂圈炸開，王菲正緊急聯絡頂級律師團隊，準備以嚴重精神損害為理由，將謝霆鋒告上法庭。起因竟然係兩人2014年復合嗰陣簽咗一份秘密協議，協議裏面白紙黑字寫明，如果將來兩人分手，謝霆鋒終身不得再娶張柏芝。呢條猛料瞬間令到整個娛樂圈沸騰，各方勢力暗衝不斷。張柏芝嘅閨蜜團都唔甘示弱，好快就放出風聲。佢哋透露，神秘富商陳明康正喺迪拜四處物色超級跑車，打算喺謝霆鋒名下加油站正對面開一間高端汽車俱樂部。呢個舉動明顯係針對謝霆鋒，背後嘅意圖唔使講都知，好似係要喺謝霆鋒嘅商業版圖上面狠狠插一刀，令到呢場情感糾葛又增添咗商業競爭嘅火藥味。而喺輿論嘅風口浪尖之上， Lucas 被拍到喺家族群裏面發咗一條僅謝霆鋒可見嘅現實動態。嗰張係2021年父子倆喺北海道滑雪嘅合照，照片裏面兩人笑容燦爛，但配文就好似一把利刃咁。最後一次叫你爹。呢條動態瞬間喺家族群裏面炸開鍋，亦好似一顆重磅炸彈投入咗本來就混亂嘅輿論場。謝霆鋒見到呢條動態之後，心急如焚，凌晨3點就回復咗一篇長達600字嘅小作文。小作文裏面，佢字字泣血，回憶住同兒子嘅點點滴滴，滿係愧疚同自責。然而呢篇小作文已經被人截圖流出，最後一句爸爸會用餘生贖罪，更加引發咗無數猜測。有人認為呢係謝霆鋒真心悔悟，亦有人覺得佢係喺輿論壓力之下做出嘅無奈之舉。與此同時，張柏芝今朝更新嘅 Instagram Story 更加令人浮想聯翩。畫面裏面，佢戴住婚戒嘅手正輕輕撫住一份謝氏家族信託基金嘅授權書，背景音係 Marcus 哼住走調嘅明天，我要嫁給你。呢個畫面好似係暗示住啲咩？係張柏芝對過去嘅眷戀，定係對未來嘅某種期待？網友們紛紛猜測，各種陰謀論甚囂塵上。就喺眾人仲喺猜測紛紛嘅時候，一場更加驚人嘅事件喺張柏芝嘅演唱會上面上演。演唱會進行到高潮部分，謝霆鋒突然現身，當住全場觀眾嘅面，情緒激動咁撕毀咗離婚協議。隨後，兩人深情合唱《來生再做你新娘》。嗰深情嘅歌聲同動人嘅畫面，令到全場觀眾爆哭。兩個兒子亦喺台下哭喊住求完整家庭，20年嘅恩怨好似喺呢一刻即將化解。張柏芝着住當年婚紗，緊熱住講：我等你回頭，等了4380天。謝霆鋒更加當眾下跪，重新戴翻婚戒。呢一系列舉動令到現場氣氛達到頂點。然而，王菲卻喺現場氣到暈倒，而觀眾們卻拍手叫好。呢個戲劇性嘅場面，將呢場情感糾葛推向咗另一個高潮。時間嚟到2025年4月28號嘅上海梅賽德斯奔馳中心，呢個可以容納18000人嘅場館裏面，空氣好似凝固咗整整12年嘅時光。當晚9點15分，謝霆鋒正深情演唱住因為愛所以愛嘅第2段副歌，舞台上面嘅佢光芒四射，但唔知一場更大嘅風暴即將嚟臨。
舞台右側嘅升降台突然毫無徵兆咁啟動，當嗰件泛住歲月痕跡嘅純白婚紗出現喺聚光燈下面嘅時候，整個場館瞬間爆發出足以掀翻屋頂嘅尖叫聲。呢件婚紗嘅出現，堪稱本世紀最動人嘅回憶殺。眼尖嘅歌迷立刻發現，呢正係2006年9月18號，謝霆鋒同張柏芝喺菲律賓巴拉望小島秘密結婚嗰陣，張柏芝着嘅嗰件婚紗。下擺處仲沾住當年婚禮現場嘅白紗，領口處嘅蕾絲花紋同12年前嘅結婚照一模一樣。更加令人鼻酸嘅係，張柏芝耳垂上面晃動嘅珍珠耳環，正係謝霆鋒當年花3個月時間親手設計嘅生日禮物。我嘅天啊！你們睇佢無名指嘅界痕。前排嘅觀眾突然驚呼。鏡頭推進嘅時候，所有人都清晰咁見到張柏芝左手上面嗰度已經泛白，但依然明顯嘅環形印記。呢枚佢始終捨不得消去嘅愛情印記，喺燈光下面泛住心酸嘅光澤，好似係訴說着曾經嘅甜蜜同傷痛。當來生再做你新娘嘅前奏響起嘅時候，張柏芝做咗一個令到所有人始料未及嘅動作。佢從婚紗嘅內襯口袋裏面掏出一個已經發黃嘅文件袋。喺全場鴉雀無聲嘅注視之下，佢緩緩取出嗰份保存咗12年之久嘅離婚協議書。文件右下角，謝霆鋒同張柏芝嘅簽名依然清晰可見，而簽署日期2012年8月20號嘅字樣喺特寫鏡頭下面令人心碎。4380天，我每一天都喺等呢一日。張柏芝哽咽住講完，喺全場觀眾嘅見證之下，將協議書撕成2半，繼而撕成更加細嘅碎片。紙片好似雪花咁飄落喺舞台上面，被粉絲稱為本世紀最催淚瞬間。有工作人員事後透露，呢啲碎片被特意回收保存，張小姐話要裝裱起來紀念。就當所有人仲沉浸喺離婚協議帶來嘅震撼之中嘅時候，舞台後方突然傳來稚嫩但堅定嘅聲音：爸，我想有個完整嘅家。聚光燈應聲打去，17歲嘅 Lucas 同15歲嘅 Quintus 着住印有 Forever Family 字樣嘅定製 T 恤行咗出嚟。T 恤背面印住嘅係2007年8月2號，一家4口唯一嘅一張全家福。更加灼心嘅係 Quintus 從口袋裏面掏出嘅物品，一個已經生鏽嘅 PSP 遊戲機，呢正係2013年謝霆鋒送給3歲 Quintus 嘅生日禮物。爸爸，你話過要教我打通關嘅。孩子哽咽嘅話語通過麥克風傳遍全場，台下嘅謝霆鋒終於崩潰，手中嘅定製吉他砰一聲砸喺地上，整個人跪倒喺舞台中央。接下來嘅3分鐘，堪稱華語娛樂圈史上最漫長嘅180秒。謝霆鋒保持住跪姿爬到張柏芝面前，從西裝內袋掏出一個小巧嘅擁抱盒。鏡頭推進嘅時候，全場再次驚叫，嗰裏面躺住嘅赫然係當年佢哋嘅婚戒。呢枚戒指我藏喺身上12年。謝霆鋒顫抖住將戒指重新戴返張柏芝左手無名指嘅瞬間，場館頂棚突然撒下無數玫瑰花瓣。後來據舞美總監透露，呢啲花瓣特意選用咗當年謝霆鋒同張柏芝婚禮同品種嘅保加利亞玫瑰，空運過嚟就花咗6位數。正當全場為呢時隔12年嘅世紀復合歡呼嘅時候， VIP 區突然爆發一陣騷動。鏡頭掃過嘅時候，只見王菲喺助理攙扶下匆匆離場，面色慘白如紙。有前排觀眾聲稱見到佢手中攢住一張被郵奏嘅紙條，疑似係謝霆鋒嘅親筆信，上面寫住對不起，我始終放唔低佢哋，但呢個講法尚未得到證實。更加戲劇性嘅係，王菲離場時不慎掉落咗一個藥瓶，瓶身上安眠藥嘅字樣喺現場大屏幕上面清晰可見。有網友翻出佢上月接受採訪嘅視頻，當時佢確實提到最近睡眠質量好差。演出結束之後，本以為呢場風波會逐漸平息，點知後續仲有更多嘅衝突同反轉。有工作人員偷拍到貴賓室裏面感人嘅一幕，謝霆鋒跪喺地上緊緊摟住2個兒子，張柏芝從背後抱住3人，4個人哭作一團。
Lucas 書包上面掛着嘅風字吊墜喺燈光下面閃閃發亮，呢正係謝霆鋒2007年送給兒子嘅第一個禮物。我哋聽到 Quintus 反覆問爸爸：呢次真係返屋企咗咩？謝先生一直回答：返，呢次真係返。呢位唔願透露姓名嘅工作人員聲音哽咽咁回憶道。然而事情並冇就此結束，後續追蹤報道之中，各種衝突不斷升級。張柏芝喺 INS 上面更新咗一張同謝霆鋒嘅牽手照，配文未完待續。呢個舉動再次引發咗軒然大波。王菲則緊急取消咗所有公開活動，密友透露佢深受打擊，整個人陷入咗極度嘅痛苦同迷茫之中。謝賢罕見受訪，只講咗一句早該如此，呢句簡簡單單嘅4個字，卻又喺娛樂圈掀起咗新嘅波瀾。有人認為呢係謝賢對兒子決定嘅認可，亦有人覺得佢係喺暗指過去嘅種種糾葛。英皇股價卻喺呢場風波之中暴漲，被媒體譽為最佳公關案例。專家分析，謝霆鋒同張柏芝嘅復合所帶來嘅商業價值或者超過20億，從演唱會門票到周邊產品，再到各種代言同商業合作，都因為呢場世紀復合而水漲船高。網友們更加發起咗井號風之復合挑戰嘅話題，話題熱度迅速飆升，已經有千萬人參與。大家紛紛討論住呢場娛樂圈嘅世紀大戲，各種猜測同評論鋪天蓋地。呢場未完待續嘅暗戰，充滿咗情感嘅糾葛、商業嘅利益同輿論嘅壓力。王菲、謝霆鋒同張柏芝三人之間嘅故事，就好似一部跌宕起伏嘅電視劇，每一個情節都令人意想不到，每一個衝突都令人揪心不已。未來呢場暗戰又將走向何方？係真正嘅世紀大復合，定係又一場新嘅風波嘅開始？所有人都拭目以待。